大家千祈唔好再以為稻香98蚊任食火鍋係街坊着數企業讓利，呢個火爆全港刷爆 IG 同小紅書的平價美食熱潮，根本唔係福利，而係一場精心佈局、吸乾香港飲食業現金流嘅冷血資本賭局。今日我哋徹底拆穿呢個98蚊火鍋背後嘅恐怖真相，話你知點解呢場平價狂歡會令成個香港餐飲業慢慢走向死局。最近無論你行遍香港大街小巷，抑或係刷網上平台，一定逃唔過一個超級瘋狂嘅飲食宣傳熱潮。本港老牌上市飲食集團稻香推出咗史無前例嘅98蚊全天候任食火鍋套餐，入場門檻唔使額外加，一冷氣全開，裝修企理，幾十款食材任你揀，足足2個鐘無限量任食。以而家香港嘅物價水平，呢個定價簡直係顛覆常理，離譜到極致。唔怪得知全港市民都話執到寶，各區分店日日排晒長龍，人山人海，由10幾歲後生仔返工上班族，去到60、70歲嘅公公婆婆，幾乎所有年齡層嘅街坊都爭相走去打卡捧場，就為咗呢個極致性價比。喺大部分人眼中，呢個活動絕對係良心企業先會做嘅事。經濟環境差，市民消費收緊，大集團主動降價讓利，俾大家用最平嘅價錢食餐好嘅，簡直係業界暖心之舉。大家心入面都好清楚，而家嘅98蚊喺香港根本買唔到啲乜嘢。落街茶餐廳食個乾炒牛河加凍飲，去連鎖快餐店食個普通套餐，價格隨時同98蚊持平，甚至仲要更貴。可以用呢個價錢喺環境舒服、有冷氣、裝修精緻嘅連鎖酒樓盡情食2個鐘火鍋，任邊個睇都係消費者穩賺不賠。正因為呢個超級吸引力，呢場營銷活動瞬間爆紅全網，相關話題累計衝破6萬全網瀏覽量，成為近年香港飲食界最轟動、最現象級嘅事件。但係作為長期拆解香港商業生態、深度研究本土經濟嘅自媒體人，我可以好負責任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：呢場看似全民受惠嘅低價狂歡，從來都唔係簡單嘅促銷引流，更加唔係集團行善。呢個係香港頂級飲食集團面對行業絕境時破釜沉舟、搏命自救嘅資本棋局，手段冷血，風險極高。更恐怖嘅係呢個單一品牌嘅自救操作，正以骨牌效應徹底摧毀香港飲食業幾十年嘅經營生態，將本就水深火熱嘅本地餐飲拖入全面內卷、集體潰敗嘅深淵。今日我哋由淺入深，層層拆解，揭開98蚊火鍋背後嘅行業黑幕，話你知香港餐飲業係一步步走向衰敗，陷入無解困局。想要睇透呢個畸形營銷嘅底層邏輯，我哋首先要回望香港飲食業嘅興衰拐點，摸清呢個行業持續走下坡嘅根本原因。早年嘅香港飲食業絕對係亞洲頂級水準，繁華到極致。每逢入夜，全港各區商圈街邊食肆燈火通明，人頭湧湧，客似雲來。街邊開門做生意嘅鋪頭遠比空置吉鋪多。飲食業不單止係香港服務業嘅核心支柱，更加係無數中小商戶打工仔嘅謀生根基。當年依託自由行紅利、本地旺盛消費力同穩定營商環境，香港大小食肆都有穩定客源。大型飲食集團壟斷核心商圈，連鎖擴張遍地開花。本土私房菜特色小店、老字號扎根社區，業態多元、良性競爭，造就咗香港聞名世界嘅美食文化，充滿地道煙火氣息。但係隨住時代變遷，大灣區經濟格局重構，香港飲食業嘅黃金時代徹底落幕，各種行業隱患逐年爆發。近幾年，消費外流、租金天價、人手嚴重短缺同業錯位競爭，呢4大結構性難題持續發酵惡化，令成個行業陷入增收無望、成本高企、虧損常態化嘅死循環。而稻香呢個98蚊任食火鍋，看似劣勢爆紅、人氣爆棚，實質係行業危機累積到極點嘅必然產物。好多人只見到門口排長龍嘅熱鬧場面，卻完全忽略咗呢個低價套餐違背所有商業邏輯嘅成本悖論。而呢個悖論就係成件事最值得深思、最恐怖嘅核心疑點。熟悉香港營商環境嘅人都知，香港絕對係全球飲食經營成本最高嘅城市，冇之一。飲食行業嘅核心成本主要分為食材、人工、租金、水電雜費4大板塊，每一項開支都遠超內地同周邊城市。呢個都係香港餐飲定價長期居高不下嘅核心原因。我哋今日精準拆解一份任食火鍋嘅基礎運營成本，等大家直觀感受到98蚊定價有幾咁反常、幾咁不合理。首先係食材成本，
就算集團選用性價比最高嘅批量預製食材、冷凍肉類、平價時令蔬菜，剔除高價海鮮、精品肉類等議價食材，一個成年人放開肚皮不限量食足2個鐘，食材採購成本、損耗成本、分攤成本加埋，最低都要35至40蚊。如果遇到食量偏大嘅食客，單客食材成本隨時突破50蚊。呢個係行內公認嘅成本底線，根本冇壓縮空間。其次係最棘手、佔比極高嘅人工成本，呢個都係香港飲食業多年嚟嘅死穴。香港餐飲基層崗位人工長期高企，洗碗工、後廚雜工、前廳服務員等基礎工種，月薪普遍維持喺2萬港幣以上。就算人工薪資遠超周邊地區，行業依然長期招工難用工荒，年輕人幾乎完全唔願意入行做餐飲。而稻香作為大型連鎖酒樓，單店面積龐大，任食火鍋模式需要嘅前廳後廚、清潔補菜、收銀人手，遠比普通食肆多。一間分店日常運作需要幾十名員工協同工作，將所有員工嘅薪金、福利、加班費平均攤分到每一位食客身上。單客人工成本最少都係5至30蚊，而且人流越多，工時越長，人工損耗就會越高。最致命嘅成本壓力嚟自香港標誌性嘅地產霸權同水電雜費。香港地產霸權滲透各行各業，飲食業受害最深。就算係地段偏僻、人流一般嘅社區鋪位，租金都長年高企。核心商圈商場地鋪嘅租金更加係天價，10幾年嚟只升唔跌，完全冇下調空間。除此之外，酒樓嘅中央空調、電磁爐、雪櫃淨水設備，全日運作水電消耗極大，再加埋日常耗材設備、維修垃圾處理、衛生合規等雜費，每一項都係持續支出嘅固定成本。根據行業數據測算，香港連鎖餐飲門店租金加雜費嘅單客分攤成本，普遍喺40至50蚊之間。我哋將所有硬性成本加埋核算，就會發現一份2小時任食火鍋嘅綜合運營成本，最低都要係20蚊。旺季人流高峰期，食材損耗加大嘅時候，單客成本甚至突破為150蚊。但係稻香只賣98蚊。換句話講，每接待一位食客，集團就最少虧20蚊。人流越大，虧損越誇張。按照各區分店日均1000人客流嚟計，品牌單日虧損高達數萬蚊，每月累積嘅虧損數字足以令人心驚。作為一間年營收數十億、財務透明、上市掛牌嘅大型飲食集團，稻香擁有專業嘅財務團隊、運營團隊同風控體系，絕對唔會算唔清呢筆基礎帳。明知每單都虧錢，仲要全力推廣、加大宣傳、擴張門店吸引人流，背後絕對唔係單純嘅引流促銷，而係一套暗藏殺機，關乎集團生死存亡嘅資本運作邏輯。想要徹底睇透呢個底層邏輯，首先要搞明白香港大型連鎖飲食集團獨有嘅供應鏈結算模式。呢個就係佢哋咁虧本做生意、絕境自救嘅核心底牌。普通街邊小店、夫妻檔茶餐廳、中小型私房菜採購模式全部係現貨現款，去街市同批發商買貨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最多只可以爭取到1星期嘅短期帳期，資金周轉壓力極大，完全冇議價同拖數空間。但係稻香呢類頭部上市集團，體量龐大，採購量驚人，喺供應鏈上面擁有極強嘅話語權同議價能力，同海內外食材、耗材供應商合作，能夠拿到普通小店完全想像唔到嘅超長帳期。行內數據公開顯示，稻香嘅供應鏈結算帳期普遍維持喺60日至90日，部分長期深度合作嘅大型供應商帳期甚至高達12日。簡單直白啲講，今日門店消耗嘅所有食材、耗材、物料，當日完全唔需要俾錢，所有成本都會延後2至3個月先結算，而食客當日俾嘅98蚊餐費會全數流入集團即時現金流帳戶，當日零成本、零支出。呢一套超長帳期機制就係稻香咁推出虧本套餐、力勢爆紅嘅最大底氣。去到呢度，大家終於可以睇清呢場98蚊火鍋營銷嘅真正目的。集團根本唔想靠呢個套餐賺錢，甚至主動接受短期虧損，唯一核心目標就係極速吸納海量現金流，吊住集團嘅命。做生意嘅人都好清楚，對於負債累累、經營受壓嘅企業，現金流遠比帳面利潤重要。當下嘅稻香正面對營收下滑、債務到期、租金拖欠、員工糧期、供應商巨款積壓等多重資金壓力，企業現金流早已瀕臨斷裂。而98蚊極致低價嘅任食套餐，精準擊中全港市民嘅價格敏感點，短時間引爆流量，
令所有分店日日爆滿，長期排隊。食客透過現金、信用卡、電子支付俾嘅餐費，1至3個工作日就會全數歸集到集團總部帳戶，形成源源不斷嘅即時現金流。而對應嘅食材、耗材成本要等3個月後先需要兌付結算。集團就靠住呢筆零壓力嘅即時現金流，支付當下嘅鋪租，發放員工人工，償還銀行貸款，填補往期虧損，結清各類到期債務。換句話講，就係用今日食客嘅消費錢填補集團過去嘅資金窟窿，用未來嘅應付帳單支撐今日嘅企業運作。從金融角度拆解，呢套模式本質上就係龐氏騙局嘅商業變種，典型嘅拆東牆補西牆，借新還舊。只要門店可以維持爆滿人流，現金流持續流入唔斷裂，集團就可以暫時穩住經營，避免資金鏈崩盤、公司清盤。但呢個模式漏洞極大，風險極高，完全唔可持續。每一個98蚊套餐都係實打實嘅虧損。集團嘅財務黑洞會隨住銷量增加越擴越大，只係龐大嘅即時現金流，暫時掩蓋咗帳面虧損嘅真相。我哋可以大膽提出一個關鍵假設：只要市場出現少少波動，呢個看似平穩嘅自救系統就會瞬間崩塌。一旦市民新鮮感消退，人流下滑，現金流減少，又或者被長期拖數嘅供應商察覺危機，集體收緊帳期，要求預付保證金，甚至改為貨到付款，再或者銀行收緊信貸催收貸款，任何一個變量出現，都會令稻香嘅資金鏈瞬間斷裂。屆時龐大嘅債務累計虧損，供應商欠款集中爆發。就算係體量龐大嘅上市集團，都會瞬間陷入絕境。神仙難救，比企業倒閉更恐怖㗎，係呢場單一集團嘅資本自救，正引發全港飲食業嘅惡性連鎖反應，上演最殘酷嘅劣幣驅逐良幣，徹底摧毀香港飲食業嘅多元生態。全港18區大街小巷，遍佈住無數深耕多年嘅本土小店、私房菜、特色火鍋店、老字號食肆。呢啲小店冇集團規模優勢，冇超長帳期特權，冇海量資金兜底，所有經營利潤都係一分一毫賺返嚟，完全靠實打實嘅口碑同品質生存。喺正常市場環境下，呢啲本土小店堅持新鮮食材、手工牛湯、貼心服務，保留地道風味，維持住人均200蚊左右嘅合理定價。呢個價錢係支撐小店運營、優化品質、提升服務嘅基礎，亦都係街坊願意為本土匠心買單嘅價格。大小店鋪良性錯位競爭，先可以維持香港飲食業百花齊放嘅格局。但係稻香98蚊任食火鍋爆紅之後，全港消費者嘅價格認知徹底被扭曲。而家香港經濟低迷，市民收入縮水，消費極度保守，面對街邊兩個極端選擇，一邊係大集團連鎖品牌，環境企理，98蚊無限量任食；一邊係用心經營，人均200蚊嘅本土小店，絕大部分街坊都會毫不猶豫選擇低價套餐，直接造成嘅後果就係本土中小型食肆客源斷崖式下跌，營收一落千丈。呢啲小店冇資本兜底，冇成本優勢，根本唔敢跟風降價內卷，一旦失去客源，就只能虧損結業。近排全港各區特色火鍋店、私房菜、老字號一間接一間倒閉，街邊吉鋪越嚟越多。香港飲食業幾十年嘅多元業態正快速瓦解，不復存在。長此以往，香港飲食市場只會形成寡頭壟斷格局，街頭剩低幾間資金雄厚嘅大型連鎖集團。所有本土特色匠心小店、老字號煙火氣徹底消失，大集團靠自殺式低價擠走所有對手，壟斷市場之後，就會慢慢調高定價、壓縮食材品質、縮減服務人手、收割壟斷紅利。呢種短視嘅惡性競爭，正在扼殺香港飲食業嘅創新活力同本土特色，將曾經享譽全球嘅美食之都，一步步推向平庸同衰敗。好多街坊都會疑惑，香港飲食業曾經風光無限，稱霸亞洲，靠自由行紅利賺得盆滿缽滿，點解會淪落到要靠低價內卷、現金流吊命嘅絕境？事實上，今日香港飲食業嘅困局，從來唔係單一營銷事件造成嘅短期問題，而係幾十年結構性矛盾累積持續發酵釀成嘅行業性危機，積重難返，絕非一朝一夕可以逆轉。首先，最直觀、最致命嘅衝擊就係大灣區消費分流帶嚟嘅降維打擊，徹底改寫咗香港本地消費格局。兩地全面通關之後，香港市民週末假期北上消費已經成為常態。每逢節假日，數十萬港人北上深圳、廣州、東莞吃喝玩樂、消費購物。之所以出現大規模消費外流，核心原因就係兩地消費性價比差距極大，
完全唔在糖衣水平。地一線、新一線城市嘅高端火鍋、精品烤肉，特色餐飲食材更新鮮，菜品更豐富，服務更細緻，配套設施更完善，整體體驗遠超香港，但售價只係香港嘅一半甚至更低。喺深圳人均100幾蚊就可以享受高端連鎖餐飲嘅全套貼心服務，零隱形消費體驗一流。但喺香港同等體驗嘅餐飲價格起碼翻倍，仲經常遇到限時用餐強制、加一服務敷衍、環境擠迫等問題。強烈嘅對比之下，香港餐飲嘅性價比劣勢被無限放大。早年依靠自由行紅利，香港餐飲長期供不應求。食肆唔使優化服務，唔使提升品質，唔使控制成本，單憑地段就可以穩賺利潤，令成個行業慢慢懈怠、固步自封，被紅利寵壞。隨住內地餐飲高速迭代，服務升級，品質精進，性價比飆升，香港餐飲嘅短板徹底暴露，完全冇競爭優勢。自由行紅利消退，遊客消費趨理性，加埋本地居民持續北上消費，雙重打擊之下，香港本地餐飲瞬間陷入客源空洞化。昔日門庭若市嘅商圈食肆變得冷冷清清，門可羅雀早已習慣躺贏嘅香港飲食業，完全冇應對市場競爭嘅能力同創新思維。面對內地餐飲嘅降維打擊，毫無還手之力，只可以用低價內卷呢種最原始、最被動嘅方式，挽留僅剩嘅價格敏感型本地食客。90蚊任食火鍋就係絕境之下嘅無奈自救啊！其次，香港根深蒂固嘅地產霸權，係困住飲食業嘅最大枷鎖，係所有餐飲老闆都突破唔到嘅致命瓶頸。全球範圍內，香港商鋪租金溢價都穩居頂尖，天價租金早已成為扼殺本地服務業嘅最大毒瘤。經濟繁榮時期，餐飲利潤豐厚，尚且可以頂住租金壓力，但喺行業下行、利潤見底嘅今日，天價租金徹底壓垮咗無數經營者。更殘酷嘅係，本港大型地產商鋪位業主極度僵化，就算市場慘淡，大量鋪位長年空置，10年租唔出都絕對唔肯減租。背後核心原因係地產商嘅資產估值、銀行信貸額度，全部同商鋪租金掛鈎。一旦大面積減租，資產估值大幅縮水，信貸額度暴跌，會直接引發地產商自身嘅資金危機。為咗保住自身利益，地產商寧願鋪位空置零收入，都絕不降價出租。呢種扭曲嘅業態令香港餐飲陷入無解死局。絕大部分食肆40%以上嘅營收都要用嚟交租，老闆全年無休辛苦打拼，最後只係為地產商打工。扣除租金、人工、食材、雜費之後，幾乎零利潤，根本冇多餘資金優化食材、升級服務、翻新環境、提升食客體驗。所有經營者只可以被迫壓縮成本、降低品質、縮減服務，陷入越做越差、越差越冇客、越冇客越減價嘅惡性循環。可以話香港飲食業嘅所有內卷、劣質化、低價競爭，本質上都係地產霸權壓迫出嚟嘅結果。成個行業早已淪為地產資本嘅附庸。第三，人口老化，行業人手荒引發嘅人力危機，持續透支飲食業嘅服務品質同運營活力。大家日常落街食飯都會發現，而家香港酒樓、茶餐廳、火鍋店嘅基層員工幾乎全部係50歲以上嘅中老年人，60至70歲嘅一線員工隨處可見。年輕人入行嘅寥寥無幾，行業人才斷層極其嚴重。出現呢個現象好正常。傳統餐飲工時超長，工作辛苦，壓力巨大，晉升空間狹窄。對比寫字樓、咖啡店、西餐廳等輕鬆體面嘅崗位，完全吸引唔到年輕人。就算有少數年輕人想入行，都會優先揀新興網紅熱台，絕對唔會入傳統中式酒樓懷苦。長期嘅人才流失、人手短缺，令餐飲人工成本居高不下，服務質素持續下滑。我哋根本唔可以苛求年過6旬、日日腰酸骨痛嘅老員工維持貼心周到嘅服務同高效嘅效率。人手嚴重不足，員工體力透支，必然導致服務滯後，叫唔到人，加湯補菜極慢，用餐體驗極差。食客俾錢消費換嚟嘅係敷衍服務、壓抑環境、粗糙菜品，巨大嘅心理落差，進一步趕走本地食客同外地遊客，形成惡性循環。而稻香98蚊任食火鍋嘅傾英無舌，將呢個人手弊端放大到極致。為咗最大限度壓縮成本，做多現金流，集團將人手壓榨到極限。少數員工要同時服務幾十台食客，補菜、清潔、收銀，售後一腳踢，工作量飽和到爆，根本冇多餘心力維護環境同服務質素。呢就係好多食客打卡後吐槽嘅問題。
環境嘈雜、地面骯髒、食材補給不及時，叫人冇人應，服務態度敷衍。所謂嘅平價福利，本質上係食客用極差嘅用餐體驗換翻嚟。除咗表面可見嘅行業困境，呢場低價營銷仲隱藏住極易被忽略嘅供應鏈系統性風險。一旦全面爆發，足以引發香港飲食業集體崩盤。前面講過，大型飲食集團靠超長帳期拖欠供應商貨款，維持滾動運營。對於食材耗材供應商嚟講，稻香呢類頭部大客戶單次供貨金額數百萬，累積欠款數額極其龐大。喺集團正常盈利現金流穩定嘅時候，供應商願意接受長帳期共度難關。但當供應商發現頭部集團已經有靠虧本營銷、拆東補西先可以續命，經營隱患徹底曝光，恐慌情緒會瞬間蔓延，所有供應商都會即刻自保，集體收緊合作規則，將90日帳期大幅縮短至30日，要求預付保證金，甚至直接改成貨到付款現款現貨，徹底終止賒銷模式。一旦供應鏈全面收緊帳期，稻香嘅現金流遊戲會瞬間落幕。原本可以延後兌付嘅巨額欠款，需要短期集中結清，而集團持續虧損，冇實質利潤積累，根本無力兌付。就算門店日日爆滿，人流不斷，最終都會因為資金鏈斷裂，瞬間停業。更恐怖嘅係，頭部飲食集團崩盤，絕對唔係單一企業嘅事，而係全行業嘅連鎖災難。稻香一旦債務違約倒閉清盤，上百家食材耗材供應商會因為巨額欠款無法收回，隨即破產結業。數千名員工瞬間失業，引發局部就業危機。依靠餐飲人流生存嘅商圈、商鋪、零售小店同步蕭條，商場空置率飆升，甚至會推高銀行壞賬率，引發區域性經濟波動。就係巨頭盲目自救帶嚟嘅慘烈後果，無人可以獨善其身。好多人鍾意將而家嘅飲食寒冬對標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、2003年沙士疫情、2008年金融海嘯。但認真分析就會發現，今次嘅行業危機同以往任何一次都完全唔同。過往嘅經濟低迷都係週期性、暫時性波動，低谷過後必有反彈。行業只要咬牙堅持，就可以熬過寒冬，迎來曙光。但今次香港飲食業面對嘅係不可逆嘅結構性變革，係區域經濟格局重塑帶嚟嘅長期陣痛。大灣區餐飲崛起，品質升級，性價比爆棚，已經徹底改變咗港人嘅消費習慣。北上消費由短期潮流變成常態化生活方式。香港高昂嘅營商成本、落後嘅服務體系、固化嘅經營思維，喺大灣區競爭面前毫無還手之力。呢種差距絕對唔係短期補貼、短期營銷可以彌補。更致命嘅係，大部分香港飲食從業者依然心存僥倖、固步自封，一味靠低價內卷、流量炒作、短期續命，唔願意徹底革新經營模式，提升品質，打造核心競爭力。呢種消極躺平、被動內卷嘅心態，只會將成個行業推向更深嘅深淵。如果業界一直唔正視核心問題，沉迷低價自救，最終只會全員潰敗。當然，絕境之下並非全無希望，行業大洗牌，同時亦都孕育住全新嘅出路。想要跳出低價內卷死循環，需要業界、政府、消費者三方同心發力，打破固有僵局。首先，飲食業界必須徹底放棄同內地平價餐飲內卷嘅錯誤思路。放棄低價競爭幻想。香港嘅租金、人工、土地成本永遠唔可能平過大灣區，盲目壓價只會消耗盡行業最後嘅生命力。香港餐飲真正嘅出路係走精品化、特色化、高端化、差異化路線。香港擁有成熟嘅國際化市場、龐大嘅高消費人群、追求品質嘅中產階層，再加埋百年積澱嘅港式飲食文化，呢啲都係內地城市短期無法複製嘅核心優勢。與其耗費資源低價吸引，只求飽腹毫無忠誠度嘅食客，不如專心打磨品質、優化服務、深耕特色，用高品質體驗留住懂得欣賞、願意復購嘅高淨值客群。而家本港依然有大量私房菜、精品餐廳老字號，唔使低價引流，都需要提前幾個月預約，日日座無虛席。核心原因就係佢哋打造出咗獨一無二嘅產品價值、服務價值同文化價值，呢個先係香港飲食業嘅核心競爭力，先係長遠嘅生存之道。其次，本港地產行業必須摒棄短視逐利思維，主動求變，與業界共度難關。飲食業全面蕭條，最終會導致商鋪大面積空置，商圈活力盡失，地產資產大幅貶值，最終反噬地產行業自身。與其兩敗俱傷，不如推行彈性分成租金模式，
根據食肆營收動態調整，租金生意好就多收，生意差就減免，降低中小經營者壓力，盤活整體商圈生態實現雙雙共贏。同時，政府需要出台實質性幫扶政策，打破行業自僱，一方面簡化外勞輸入流程，放寬用工限制，快速補充年輕勞動力，解決行業人手荒、人才斷層問題，從根源提升服務質素。另一方面，大力推廣香港特色飲食文化，重塑國際美食之都名片，精準吸引海外高消費遊客，擺脫對低價流量嘅依賴，開拓高端消費市場。而作為普通消費者嘅我哋，同樣肩負住守護本土飲食生態嘅責任。經濟下行，精打細算，追求性價比，絕對人之常情。但我哋一定要清醒，每一次消費選擇都係對本土行業嘅一次投票。盲目追捧98蚊低價火鍋呢種畸形套餐，看似自己執咗小便宜，實質縱容大集團惡性內卷，加速本土匠心小店倒閉，慢慢摧毀香港飲食嘅多元生態。當街邊所有用心熬湯、手工製作、堅守品質嘅本土小店全部消失，當香港街頭剩低千篇一律嘅連鎖快餐、低價內卷大集團，我哋失去嘅唔止係美食選擇，仲有香港獨有嘅市井煙火、飲食文化同城市記憶。一時嘅評價紅利，最終一定會以行業衰敗、消費降級嘅方式加倍返還俾每一個消費者。好多打卡過98蚊火鍋嘅街坊，事後都會發現當中暗藏無數貓膩。所謂嘅不限量海鮮肉類，大多係長期冷凍嘅預製貨，新鮮度極低，口感極差，海鮮冇鮮味，肉質鬆散，澱粉超重，濃郁嘅麻辣湯底根本唔係為咗好食，而係為咗掩蓋劣質食材、臨期食材嘅異味。大家食到嘅唔係地道美食，只係大集團清庫存、處理劣質貨嘅工具，再加埋人手極度不足、環境髒亂、服務敷衍。呢場低價狂歡根本冇任何消費體驗可言。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分析，呢種低於成本價嘅傾銷式營銷，會造成嚴重嘅市場價格錨定扭曲，引發全行業惡性循環。消費者嘅認知被徹底洗腦，以前覺得人均200-300嘅優質火鍋係合理價位，而家被98蚊低價洗腦後，覺得過百蚊嘅餐飲就係貴，就係唔抵呢種畸形消費心態。對所有堅持品質、正常定價、良心經營嘅食肆，都係毀滅性打擊。優質店家就算堅守初心、把控品質，都扭轉唔到消費者嘅低價認知，最終只能被逼減價縮水品質，陷入減價降質流失、客群再減價嘅無限循環，直至成個行業徹底崩盤。過去幾年，香港政府推出過無數消費刺激美食推廣活動，試圖提振本地餐飲消費，但全部流於表面，曇花一現，治標不治本。因為從未觸及租金天價、人手短缺、競爭錯位、模式固化呢啲核心結構性難題，底層症結唔解決，所有短期流量刺激都係徒勞。稻香98蚊火鍋亂象只係行業危機嘅冰山一角，未來香港飲食業嘅洗牌只會越嚟越激烈。68蚊任食點心、48蚊平價火鍋之類嘅極端內卷模式將會陸續出現，行業競爭愈變愈殘酷，最終結局無人能夠準確預判。但可以肯定嘅係，香港飲食業8年嚟靈活變通、逆境重生嘅城市精神，正面臨前所未有嘅巨大考驗。呢座城市歷經無數風浪，屢次絕境重生，創造經濟奇蹟。而家嘅飲食業都需要跳出短視自救嘅誤區，擺脫虛假低價繁榮，從根源革新模式，重塑品質，激活活力。唯有掙脫地產枷鎖，跳出內卷泥潭，保持人才短板，深耕本土特色，香港美食之都先可以真正走出寒冬，喺行業大洗牌中站穩腳跟，逆風重生。虛假嘅低價狂歡終將消散，只有品質、服務、生態同文化，先係香港飲食業長久立足嘅根本。睇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徹底睇穿咗98蚊任食火鍋嘅底層真相，亦都明白香港飲食業而家面臨嘅深層危機同無解困局。唔知大家有冇親自去打卡過呢個平價火鍋，真實體驗究竟係抵食定係踩雷？你身邊做飲食嘅朋友，而家係咪都撐得好辛苦，飽受內卷同經營壓力？歡迎大家喺下方留言分享你嘅真實感受，我哋一齊交流探討，為香港飲食業嘅出路集思廣益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嘅深度分析夠乾貨、夠真實，對你有啟發，千祈唔好吝嗇，即刻點讚收藏，轉發俾身邊嘅親朋好友，等更多人睇清呢場低價狂歡背後嘅行業黑幕。仲未關注訂閱我頻道嘅朋友，一定要點擊訂閱，開啟小鈴鐺。
我會持續拆解香港商業亂象、行業深層邏輯、經濟民生真相，帶你看透香港各行各業嘅底層遊戲規則。我哋下期再見咯。